蓮塘口岸如果平時做淘寶退貨呢，大家都會知道嗰度有一間順豐快運同埋一個快遞服務。咁而家呢，仲多咗一間京東速遞。咁之前我都有介紹過喺蓮塘點樣順豐做退貨，同埋點樣喺個快遞服務公司做退貨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返我嘅舊視頻，連結都會放喺呢個視頻嘅描述欄。咁去呢間速遞公司係非常之方便，你過咗蓮塘口岸，好似你平時去順豐同埋個快遞服務，佢就啱啱喺個轉角位嗰度，非常之容易揾。咁我就由呢間中國銀行轉入條小巷，一直行到尾呢，最尾嗰度就係順豐快運。咁經過呢個茶餐廳，然之後再經過呢一個好好味嘅滷水店，呢間滷水店嘅隔籬右手邊呢就可以去到呢個快遞服務公司，而佢轉入去左手邊呢就係今日新嘅京東快遞。咁我仍然呢都係響條巷直行，由順豐嗰度轉入去。咁去到順豐，向你嘅右手邊轉入去，咁你就會見到呢間京東快遞，就係響呢一個角落嘅位置。咁呢間店呢就細細地，響京東商城購物，你可以呢寄嚟呢度，免費存放2日。呢度頭先就講由滷水店轉入嚟嗰間快遞服務，左右兩邊同屬快遞服務公司，分別就係寄件同埋收件。咁呢個京東快遞都係自助落單。咁首先將我嗰個退貨地址複製佢嘅文字，又或者你哋保留呢個圖片都可以。咁呢個呢，就係掃描佢個碼就可以做寄件。咁佢呢邊呢，就代客暫存淘寶，或者你寄件嚟呢度呢，就擺呢個貨架等你哋領取。咁如果你用佢嘅地址嚟收貨呢，可以免費存放2日。